教会邀请，互我今仔日有机会，通大家兄弟姊妹当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对圣经内面分享，也是继续发掘上帝的真理。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拄则迄个吴长老看到我，佮想讲今仔日敢是大专纪念主日。我家己嘛真惊，我等者徛起来讲多谢大家，互阮大专有即个机会，对。毋过上时我家己嘛是一位妇人人妇女，今仔日会当徛伫遮，爱感谢咱正教会，也是特别是咱长老教会，会当互女性诚侪牧师，诚侪一个牧者，今仔日会当徛伫遮，通大家来分享。透过我的角度，咱做伙来思考上帝伫即个故事内面要为咱讲甚物。大圣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。果然，我的 PPT 无去啊。哦，出来啊，多谢。好，即天咱总会设立即天纪念主日，是为着会当听到妇女信仰的经验，而且会当开展妇女伫教会服侍的真多元的角色。过来是要鼓励咱种妇女，也是女性会当积极参与伫服侍，贡献咱属于咱家己信仰经验、智慧甲开力。为虾米需要安尼一个纪念主日？我的声音敢是足细声？就是因为通常拢是，男性伫教会内面做一个领导，也是较互人看到服侍。不过，伫咱教会内面，有时阵我拢开玩笑问学生讲：恁感觉兄弟团契较重要，还是妇女团契较重要？拢重要对，毋过妇女团契呢，大部分的时间因为花着爱餐啊、插花啊，重要的民生必需品，所以呢，通常大家想讲，阮感觉妇女团契较重要，其实是同款重要的代志。毋过这嘛是一个问题，为虾米大部分爱餐啥物的拢是妇女咧做？我嘛捌有一个学生查甫的，伊真爱煮食，拢会来阮兜。帮我斗相共，有诶时阵，煮爱餐，我会记得有一摆我煮无够，伊就讲没关系，朱敏姐我来。我讲炒一个葱仔卵就好啊，蛋一个出来是法式葱蛋卷。我想伊是来踢馆的，毋是来帮我斗相共的，足够诶。毋过伊讲伊无法度伫教会有安尼服侍，因为伊是查甫的。到今仔日啊，阁是安尼。通常我咧看真济。示范的讲章讲到妇女纪念主日，拢会为圣经内面的故事看到妇女特别的角色。即个妇女通常因是一个模范，展现一种是陪伴、疼的角色。不过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这段经文，讲到的是一个有过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即个阁毋是伊的丈夫的妇女。总是，伊是伫约翰福音到第4章，伊是第一位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的妇女。伊嘛诚做一个福音的使者，带领因规城的人拢来到耶稣的面头前。伫故事的上尾，咱会当看到全城的人拢认出，承认耶稣就是基督。我细汉时阵，我心中会度。可能即个画面就是安尼，迄个妇女坐伫耶稣的脚前，恬恬仔听。不过，当我大汉，我家己搁来看即个经节的时阵，看到真济所在，拢互我感觉，这有空间会当解说。圣经学者若是行文学的研究的，有的人就讲圣经为虾米挑故意有遮尔济所在拢无交代清楚。就是因为伫遮个空白的中间，即个 gap 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真理，透过即个故事，逐世代的人传达上帝要伊所讲的话。所以今仔日咱就做伙来看即段经文，咱来看倒位是空白的，倒位是咱的空间，咱会当伫内面看到咱的性命。开始是第3节到第4节，
讲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为虾米爱强调一定要为遐过？咱会当看到两条路伫地图顶面，一条蓝色，一条红色。红色是正常一般犹太人会行的路，蓝色可能就是耶稣会行的路。正常的犹太人袂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会行这河谷的所在，为犹太上加利利。不过耶稣可能直接安尼直直过去，真紧，处迄条较近的路。这是为虾米呢？一般犹太人为虾米无爱行过撒玛利亚山地？有人讲可能是山地路较歹行，不过大部分是因为因感觉撒玛利亚人无够清气，而且即两个民族因互相对敌，这是历史的原因，也真复杂。因其实伫迄个南国犹太还未灭亡的时阵，因其实是同一族的人。撒玛利亚人到今仔日还阁有因所亲信的圣经旧约圣经嘛是同一本，总是因到摩西五经，就遐就停起来。因为因就是迄当时犹太人互带到巴比伦的时阵留落来迄群人，所留落来一定是上善车、上绿色的人。后来当犹太人佫会当佫转来建国，建立因的圣殿的时阵，因嘛想要斗相共，总是因遮的兄弟姊妹已经无愿意接纳因，因为因伫即个中间因有空外邦人通婚，因的血统无够顺。伫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，咱就当感受到一个真亲的隔离，就是圣洁。所以伫第2章迦拿迄甲水变做酒，耶稣做酒的迄段故事内面，咱就会看到迄个清气的水、洗骹洗手的水，是为着礼仪上的清气圣洁。耶稣家己变做酒，互逐个咧食到的时阵，规个拢真欢喜，做伙来啉。伊甲即个分隔已经拆除。伫遮今仔日咱的经文，咱当继续看。耶稣毋惊一般犹太人会踅开，是因为感觉遮危险，还阁垃圾，你有可能互污染着。总是耶稣伊毋惊，咱嘛知影伊毋惊，因为污染物件拄着伊，就清气啊。过来，即个故事是发生伫街边，即个街边通常拢伫城外。城外通常较无人，而且即个时间阁是中昼。这边伊阁看到一个外邦的查甫人坐伫遐。这时阵，我问我的学生讲：若是你，你敢会过去？大部分男性的学生可能感觉啊无差，会当过去啊。女的学生就知影危险。所以这故事大省就是，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为虾米当伊远远行过来时，伊应当看会到这边有一个外邦查甫人坐伫遐，危险。不过伊还阁是去，为虾米？一直是毋对。过来，伊为虾米是伫中昼去抢水？通常毋是透早，就是下晡。天气较好、较凉爽的时阵会当过去。过来，为虾米伊知影危险，感受到危险，阁要去？这个时阵，伊是怎样看待伊所看到的这个查甫人？这个时阵，伊是用虾米款的态度回应耶稣？咱会当看到耶稣伊讲话，伊讨水来啉。伊是用虾米款的态度来看？经文拢无讲。过来，咱会当看到。耶稣甲妇人人讨水啉了后，佮甲伊讲：其实我有水。你若知影即马通你讨水啉的人是啥物人，你着要求伊。这个对话，若是你会感觉这是啥物款的人？一个通我讨水啉了后，佮讲我遮有水，是你上要爱的。伊是怎样来看耶稣这个人？伊的回应佮是安怎？咱若手头有圣经，会当做伙来看。
有5个丈夫，这是虾米款的生命光景？过去的传统拢会讲啊，即个妇人人可能伊品德方面特别性的关系真乱，有是虾米好的查某人？有的圣经学者直接讲伊是妓女，咱即摆会称呼性工作者。总是伊若是安尼的妇人人，伊若是因为伊伫婚姻的关系中间，性的关系真混乱，伫迄个时代，敢有可能活咧？敢有可能？这我真好奇。我无丈夫，以及你现在有诶，毋是你诶丈夫，你即个话是真诶？伊搁伫一个关系内面，毋是婚姻的关系，伊有通别人斗阵，总是毋是婚姻的关系。安尼这是虾米关系？而且即个关系，伊嘛共款活咧，伫即个社会内面，总是咱知影伫中昼出现，可能就表明伊毋是一般人，伊嘛可能互人排斥伫正常人的外面。过来，话讲到遮，当耶稣指出伊有5个丈夫的时阵，伊就讲出啊，你是先知，我知影。妇人人对先知即两个字的认捌是啥物？一般现在来讲，我若问我学生，先知是啥物？伊就讲会当未卜先知，知影未来要发生的代志。总是咱来看圣经，先知毋是安尼尔。伊上重要的工作，嘛毋是看到未来，也是警告。伊上重要的工作，是引带人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。妇人人称呼耶稣先知，啥物意思？而且伊马上阁讲，阮的祖先讲要伫遮敬拜，连犹太人讲伫遐，为虾米阁要换一个话题？传统会讲，因为伊心中迄个疼，互耶稣插着，马上转移注意，换一个话题，跟耶稣来讨论。总是若是安尼，为虾米伊伫后壁会称呼耶稣基督？耶稣讲了上长的一段话，21节到25节，伊听到啥物？为虾米伊马上认出这就是基督？伊就是基督。伊心中的弥赛亚，佫是啥物款？咱拢知影，佫偌济要来啊！咱佫一摆会当想象，真侪人咧叫，为虾米犹太爱出卖耶稣？因为伊心中的弥赛亚的形象，跟伊所认捌的耶稣无共。伊真失望，所以甲耶稣卖掉。这个妇人人撒玛利亚人，伊所看到的耶稣，伊称呼伊弥赛亚，伊所意爱、心内所想象的弥赛亚，什么款的弥赛亚？过来，伊所听到的福音是啥物？为虾米伊愿意转去，而且是转去看到人、见到人，就讲，有一个人甲我平素所做的代志拢讲出来。伊平素所行的代志，毋是一个真好开喙甲别人讲的，总是今仔日伊愿意转去看到人就讲。而且我嘛时常问学生，你若有一个好消息，大声你会找啥物人讲？大部分人，厝内人、上意爱的人、上重要的人，总是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见到人就讲，而且即群人是排斥他、排挤他的人。为虾米？这妇人人到底伊所得到的好消息是怎样的好消息？值得伊转去会当跟别人来分享。今仔日讲到要传福音、要见证，咱着爱想啊，对象是啥物人？我对上帝的认捌，对伊来讲，倒一地、倒一个方面，确实一个好消息。
这个妇人人伊对耶稣遐听到什么款的消息？真做伊的好消息，互伊遮尔欢喜，马上就转去，见着人就讲。所以伫遮种种的问题中间，我画出3个妇人人，可能会当搁较济，毋过今仔日时间的关系。第一个是真有自信的阿丁，这个阿丁咱会当看到伊跟耶稣坐做伙，若亲像咧讨论。阿丁是一个有机会、捌有机会受教育的妇人人，总是伊是女性，所以伊的生活、伊的性命最后嘛是爱成做人的太太，也是妈妈。伊时常咧想，若是我今仔日生出来，我是男性，今仔日我可能有搁较好的发展。而且伫撒玛利亚，因伫迄个时阵，互人称作一个民族，互人看轻的民族。伊是即个民族内面的女性，互人看轻的民族的内面，互人看轻的性别。伊时常咧想，怎样会当帮赞因撒玛利亚人搁较幸福？大部分的人，因可能较愿意的是用武装革命。伫迄个时代，犹太人嘛安尼做，撒玛利亚人嘛安尼做。总是伊所想象的是一个更较平等的社会，咱无需要安尼烧钱的社会。伊毋茫安尼，总是当伊讲出来伊的见解的时阵，大部分的人会感觉你是妇人人。你敢知影你伫讲啥物？无法度互人接受，而且阁有人感觉互被冒犯了。你无应该讲即个话，你为虾米要出头？你是妇人人。伊伫伊个社会内面找无伊个角色，找无伊个位。伊个婚姻，伊当然无法度满足。伊个丈夫需要伊顺服，做一个顺服、乖乖啊太太，莫有伤侪意见。伊无法度成做一个好的妇人人、好的太太，所以伊捌有遮济段婚姻。伊继续咧追求有一个人会当甲伊有共款的看见、共款的理想，会当改变因现在的处境。迄天伊来到遐，伊看到一个青训的查甫人坐伫这边。这个人怎样会来到遮？一般犹太人袂来遮，所以伊是好意，还是歹意？毋知影。阿丁为着安尼行去问伊讲话，伊要知影这个人为虾米来，一般人袂来啊？伊是危险，还是安全？因为家己的能力感觉真自信，所以伊感觉我会当去探看觅，这个人是好还是歹？阿丁所听到的，用真实、甲神来敬拜。阿丁所听到的福音，就是伊所渴望的，有一个社会，无搁看你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无搁看你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，只有看你的心，看你的真心，看你的心。伊所听到的。这个福音需要撒玛利亚人拢会当知影，伊的理想才会当完全。伊所意爱的，伊的民族才会当幸福。这是阿丁所听到的，所以伊就转去见到人就讲：来啊，请你来看耶稣。我已经看到迄个弥赛亚转变这个世界的弥赛亚，偷放咱一切压制的弥赛亚。第二个受苦的阿娟，这个阿娟可能是新妇仔囝，所以自细汉，伊就同伊的翁婿做伙长大，总是拢无受到真好的照顾。伊知影伊是生出来就是要做工，伊嘛想要做一个好太太，总是伊的丈夫真早就因患病过身，过来伊就嫁互因丈夫的弟弟，结果这个弟弟就意外过身。因为大家甲大官就感觉，这是拢是伊害的命运，就是伊的命伤重，所以佮家己卖掉去做别人的生意，就是安尼有过5段婚姻。
伊感觉真艰苦，而且伊阁无法度生囡仔。伊的地位、伊的付出、伊的努力，就是因为伊无法度有囡仔，所以一切拢互人看轻。最后，伊决定要离开，跟因真好的一个女性朋友离开。即个女性朋友跟伊共款，拢无法度有囡仔，所以因两个伫厝内拢无地位，而且阁受到真无好的对待。伊现在有诶，毋是伊诶丈夫。即两个查某人离开安尼正常诶家庭，因无法度有正常诶家庭生活，嘛无法度伫社会互人看到，所以伊需要来到中昼来抢水，真惊人会知影因是倒出来受苦诶人。伫遐伊听到耶稣所讲诶福音。上帝已经看到啊，已经听到啊，今仔日就伫伊的面前，耶稣用伊的显现肯定伊的价值，伊的性命。第三个肯纳尔就是咱以前所讲的自闭症，伊是一个安尼的老母，安尼的囡仔，伊所有的愿望就是加活一工，比伊的囡仔加活一工就好啊。伫迄个时阵，迄个时代散车的社会，有安尼的囡仔，伊毋是一个好的太太。即个囡仔时常惹麻烦。迄天为虾米伊中昼来？因为伊透早上的水已经互伊囡仔车倒，伊要较赶紧拍水转去。伊必须安尼，所以伊去。即个妇人人伊真有责任感，阿芬。所以伊拢感受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，就是因为我可能伊是我犯罪，所以害我的囡仔变安尼。伊心中的上帝，一个严肃的上帝，伊心中的家己犯罪做无够，永远拢做无够，永远拢做袂好势，就是伊。总是伊伫耶稣的话内面听到，上帝早就看到伊的真实，早就知影，伊无需要安尼坚强做真侪代志。其实，有真侪命运，毋是伊的责任，是上帝要互伊祝福。伊伫遮听到安尼的福音，伊毋茫转去，见人就讲，因为伊毋茫伊规个社群、伊的民族会当知影，会当接受伊的囡仔伫因的社群内面。也有你可能会熟悉，遮个撒玛利亚人伫咱的台湾社会。五个丈夫一段婚姻无正常的婚姻，而且阿嬷的身上是上有安尼故事，伊是咱台籍慰安妇。当我写了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搁看到这阿嬷故事，我真惊，也真感动。因的受苦真做因的见证，因过去无法度讲的故事，伫社会改变、社会的谅解、甲接纳。转型正义，渐渐咧做的时阵，因会当徛出来讲，甚至真做一个见证。啥物互因受苦？可能是生出来就是查某的。啥物互因有安尼的冲动？就是因为因抵抗即个命运，因所行做。嘛有一个就是咱经济的结果，互妇人人无法度家己会当自主。自立，伫咱的社会内面，因需要倚靠查甫人，透过婚姻也是别的关系。抑阁有啥物互因受苦，就是群体的态度，互因无法度讲家己的故事，嘛互因家己感觉家己是无价值、犯罪的人。总是耶稣的福音转化的福音，互因真为一个罪人。真做一个受害者，甚至真做一个见证人，一个福音的传达者。我毋是要讲受苦难就是妇女上大的福势甲见证，毋是，绝对毋是安尼。都是咱今仔会当见证的，无一定是真水、真成功的经验。上帝所看的真实的敬拜，上帝早就知影咱生做啥物款。
伫咱明捌咱家己正前，伊捌咱搁较侪。真实的敬拜，就是互咱家己诚做咱家己来到主上帝面头前。过一摆，咱会当感受，甲明捌家己的上帝放伫咱心上的恩赐是啥物？咱通照着咱家己的形象，咱来服侍，无分女性、男性，因为过去拢有一个模范，需要男性就是爱安怎？你若做袂到，你就是查某体，会互人笑，甚至互人欺负。女性嘛共款。过去迄个社会一直想讲，你就是爱安尼，你就是爱安尼，你若毋是安尼，处罚；你若毋是安尼，你是有缺点；你若毋是安尼，你犯罪。今仔的社会渐渐会当接受，照你生出来是，你真实的状况接受你，也互你同款的机会来发展你家己。妇女时光纪念主日，通常会讲到妇女的好处，总是伫拄则我所讲的故事是。咱今年新建班演出来一个故事，阮家请一个剧团，甲伊搬戏做戏，把它搬出来。总是有的学生会反映，也是有的辅导反映讲，这个故事互因听着无啥，感觉耐药。为虾米男性就是迄个压迫别人的人？确实是安尼，我相信，男女两性拢有。互相压迫的时阵，总是为虾米咱一定要安尼生活落去？上帝所带来福音，互咱人诚做一体的福音，众人会当诚做一体的福音，互咱好好的福音，应该是无需要安尼互相压迫，无需要讲你着应该生做啥款，你着爱诚做啥款，谁来偷放谁？这着妇女的偷放。其实上时也偷放男性，偷放女性的时阵，上时也已经偷放男性。当女性无必要搁互屈束伫迄个厨房、伫私人的所在时阵，妇女会当行出来，诚做一个公众的人物，诚做一个领导者的时阵，上时也表示男性你无一定爱挺强，你无一定。一定爱有安尼的特质，你会当照你所欢喜的发展你家己，照上帝予你的恩赐发展你家己。其实上帝的创造是继续不断的创造，伫咱人的心上，咱要诚做一个新创造，咱是渐渐有耶稣的形象，表示上帝稳定伫咱的心上，创造一个新的人。这个新的人是新的咱家己，而且有耶稣基督的款式。但每一个人拢是新的创造，未来的社会充满新的创造，表示咱也充满新的社会。新的代志不断的发生。今仔日咱教会开始，咱会当即个社会讲一个新的福音，无必要女性、男性一定要生做啥物款。无必要一定要互相压制，咱有新的可能，照着咱每一个人的恩赐，照着咱每一个人生成啥物款，接纳彼此，也看到彼此真水的服侍。上帝创造咱原本的性。咱三个头来祈祷。